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纠治的第140天，同时也是哈梅内伊悟道成仙的第140天，也是穆吉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140天。就在这140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已经恢复到美伊备忘录之前的状态了。也就是双方认真的在互相轰炸，有板有眼，这个剧本又改了。谅解备忘录签之前，停火之前怎么打的，现在又恢复了。根据 CCTV 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东部时间7月16日下午2点，北京时间7月17日凌晨2点，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袭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特朗普这一次虽然一直持续在打，而且一次比一次猛，从上个礼拜开始已经持续6天了，连续在轰炸。但是特朗普弱在哪儿？还是有点不自信，因为他没有宣布美军是大铁锤还是大耳光，这个不一样的。如果说宣布大铁锤行动或者叫大耳光行动，那么他是美军主动发起，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一个行动。但是虽然美军也在持续不断的轰炸伊朗，但是他没有什么行动代号，那给人感觉好像主要还是惩罚伊朗。伊朗你违背了这个谅解备忘录，你打击了山船，所以我要炸你。你打一艘山船，我就炸你一次，给人感觉还是美军是被动的，他不是主动发起了一个什么军事行动，大铁锤行动或者大耳光行动。特朗普没有宣布，所以我希望特朗普赶紧宣布，接下来美军要进行耳光行动。大耳光行动说不定就要派地面部队要协同作战。伊朗多个地区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这个岛传出多声爆炸声，哈密尔港的2座桥梁遭袭，造成多人死伤，连接阿巴斯港与色拉子的桥梁也被击中。南部布什尔省传出爆炸声，西南胡奇斯坦省重要工业城市阿瓦市和哈米迪耶遭到美军袭击，东南部的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这个伊朗沙赫尔同样遭袭，当地的机场附近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你看，这是央视报道的，也就是美军对伊朗全境进行轰炸，力度还挺大，可惜没有代号，这个稍微气势上差了一点。你看人家朗子就不一样，朗子你看央视报道的，当地时间也就是今天7月17日凌晨，伊朗陆军发声明称，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你看人家代号的编码都变了，人家这叫闪电行动，这是第11阶段了，你看是吧？所以特朗普在这块又输了一头，对美国驻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声明称，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侦察机的部署区域。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这个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他说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对地区内的所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他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显然美军的打击力度甚至比以前停火之前恐怕还要大，对伊朗全境很多桥梁实施了轰炸。虽然目前还没有报道轰炸电厂，但是桥梁确实在炸，那这个跟以前也不一样了。那为什么炸桥梁呢？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他说桥梁打击旨在切断通往班达尔阿巴斯的补给路线，该海军基地是伊朗用来攻击海峡航运的基地所在地。所以你看，特朗普虽然说下周开始炸桥梁，结果哥们儿叫兵不厌诈，肯定是《三国演义》看多了，这周就开始炸了。这一次我发现这个朗子是中了特朗普的奸计，特朗普这个人估计是在偷偷的看我讲《三国演义》，玩兵不厌诈那一招。为什么？你想，如果朗子知道他现在就炸大桥，朗子会干什么？就像停火协议之前一样，是吧？朗子会发动很多人，发动朗子的派到大桥那站着，你美军敢炸吗？不敢炸。这是他以前不是玩过这一招了吗？让那些老人还妇女带着小孩在这个重要的设施门口，是吧？围着一圈一圈的，在重要的桥梁那儿都站着一排，是吧？这不是我记得是4月份干过这事吗？
所以你看，特朗普如果说下周炸，那人家下周就组织人把大桥所有的桥都站上人，反正狼子人蛮多，这么一号召，他们在那儿排成一队一队的在大桥上面往那喊口号是吧？美国去死，特朗普去死，有种就来炸，今夜我们都是狼子，今夜我们都是人，伊朗别哭。印度的话，它有个呼应，那全世界的都对吧？一呼应，我就像那个井底蛙一样的，就蛙声一片。所以显然特朗普是兵不厌诈，他说下周故意骗他们，说下周炸大桥，结果这个不讲武德，提前炸，让这个狼子措手不及，没时间组织人去大桥上站着。可见要想打赢这场仗，对吧？要想跟狼子斗争到底，那《三国演义》必须要多研究。照这么说的话，下次炸电厂。那也得玩这种出其不意。7月16号稍早时，实际上，美国的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他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他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近期，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15日更是一天内发动2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方指挥中心、防空设施、导弹和无人机作战能力以及海岸监视设备。美军还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特朗普已经说了，炸到什么时候？炸到特朗普说够了为止。当然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也不是吓大的，人家也不是吃醋的。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他的电报频道上发布声明称，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若干相关资产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据消息称，被列入目标的清单包括特朗普品牌旗下或与其相关的房地产项目，其中包括迪拜特朗普国际酒店大厦、捷达特朗普广场、利雅得特朗普大厦。就是带特朗普名字的，不好意思，就得炸。哪怕是同名重名，那也该你倒霉。该声明发布之际，美伊冲突持续升级。自7月初和平谈判破裂以来，双方已恢复敌对行动，并伴有相互威胁和攻击行动。也就是说，人家卫队说了，如果你美国再炸伊朗，那我就要打击哪儿？打击你特朗普以及特朗普小集团你在中东地区的私人资产。这个实际上就是战争升级。为什么？因为卫队现在老是什么闪电行动，炸科威特、炸巴林、炸阿联酋，或者是美军在中东的基地，他已经没什么好炸的了，天天的炸这些地方，也没见把人家炸成怎么地，是吧？每次的这个都炸了多少轮了，所以说实在不合适再说这些，就像个林肯号航母一样，已经号称被摧毁30多回了。所以说革命卫队急需别的题材来吹。第二个，他说打击的是特朗普的这个私人财产，实际上就是把战火延伸到民用目标。今天我能炸特朗普在中东的这个私人财产，明天我就可以把那民用目标炸掉，说那个是特朗普的私人财产，不就完了吗？所以这样相当于革命卫队放开手脚，那就是招呼把中东这些玩意国开始乱炸，打击的就是民用目标。因为你老打那些军事基地，美国人他防的比较严，又是爱国者导弹啦，又是防空系统一大堆的。我现在就专炸你民用设施，我看你怎么防。我炸迪拜，我炸利雅得，炸到的地方那都是特朗普的私人资产。就像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俄罗斯朝乌克兰发射导弹，打中的地方那都是北约设在乌克兰的指挥基地，都有大鱼在里面。反正这5年来，北约的大鱼被炸死不少。就跟鱼较劲，有些国家就动不动也是炸鱼，没事就炸鱼，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跟鱼较劲。所以你看朗子人家没招，为什么？就是朗子如果跟美国比精确打击，那肯定是吃亏。朗子就适合那种乱拳，是吧？反正我把东西发射出去了，反正从我这伊朗领空离开了，这就跟我就没关系了。炸着哪儿都是胜利。你非要让我炸中以色列那个电厂，你非要让我炸中美军在巴林的基地，那这打不中。第二个，即便冲着目标去了，也被人拦截了。这一点难为伊斯兰的革命卫队，所以人家自己主动将这目标什么意思？我这导弹我就发射出去，只要离开了伊朗，哪怕本来他是打伊拉克的或者打约旦的，但是他偏偏飞到阿联酋去了。没错，我就是打阿联酋，随便炸什么地方，炸着军事目标，没错，那我打的就是美军基地；炸着民用机标，
民用的目标，那更没错，那是特朗普的私人资产。你看，把卫队立入不败之地，没毛病，预示着朗子的机已经不设限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吃亏，他打不过美国，美国人精确打击，对不对？他也做不到，所以说发现自己手脚被绑住了，朗子发现自己上当了，所以必须，你就像闯舞啊，跟搏击、跟拳击、跟那什么比赛，闯舞老大师他就发现自己上当了嘛，吃亏了，对不对？被你的规则约束了，我现在替当插眼，什么曙光魔影我都上，杀人技，对不对？伊朗也是一样的，人家用杀人技，所以你这么一整，是不是革命卫队这个思路一下就打开了，豁然开朗？接下来卫队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那就开始乱飞了，打着哪儿就是军用目标，哪儿就是特朗普的资产。完了之后，自有人替他辩护，自有谈判替朗子辩护，随便炸着哪个酒店，那个酒店里面肯定是美军在里面开会，就这么简单吗？所以说，人家卫队立马把这个宣布了，特朗普怕了吗？说实话，有点怕，毕竟他已经被朗子设在暗杀目标的第1号人物，所有的暗杀名单里面，特朗普都是排第1个。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拉克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悬赏1000万美元，任何杀害恐怖主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均可以获奖。你看，人家已经开出价码了。这是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就什叶派民兵，人家已经公开悬赏，谁杀了这个恐怖头子特朗普，谁就能得到1000万美元。特朗普对此很不满意，很气愤。为什么呢？因为悬赏它的价格太低啊，才1000万美元。特朗普觉得这个是羞辱他。你看《水浒传》里面，对不对？官府对那些好汉，他海捕文书，他通缉令海捕文书里面，他都有悬赏的，3000贯、2000贯、1000贯。悬赏额度越高的，说明你越厉害，那对你的排名和座次和社会的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那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说你是1000文的和悬赏3000文的，那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这些好汉一看到自己才1000文，他就不开心。你看特朗普也一样，看到自己是1000万美元，他觉得自己，对吧？这价值大打折扣。当年悬赏捉拿朱拉尼，好像还是1500万美金吧。悬赏捉拿这个马杜罗是多少？5000万美金是吧？可是到我这儿，特朗普才1000万美金，那么掉价吗？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7月16号说，他说这是美国重新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行动的一部分。自封锁重新生效以来，美军已令3艘试图绕过封锁的船只调转船头，美军11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同天在记者会上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超过1万名美国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美军摧毁了1艘试图前往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下手了。我们再看看，昨天咱们说了，特朗普这个人嘴上是不着调的，不靠谱，但是他行动上面还是有些章法。比如我刚才说的，这哥们兵不厌诈，偷袭伊朗的这个桥梁，在人家没有组织人海是吧？人墙人链，他居然偷袭桥梁，这个是不讲武德。而且他现在在中东地区正在收紧绞索。昨天咱们说他伊拉克的总理扎伊迪跑到白宫访问，这一访问不要紧，在中东地区实际上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就在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访问白宫2天后，中东地区局势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昨天，伊拉克命令其银行和政府机构执行美国对与真主党有关联的个人和公司制裁。另外，叙利亚当局也就是朱拉尼宣布，他们挫败了一起企图将先进武器和导弹走私越过叙利亚、伊拉克边境运往真主党的行动。你看看，伊拉克动起来了，叙利亚也动起来了，开始围剿真主党了吧？先从经济上，本来叙利亚、利比亚的真主党啊，他是通过伊拉克洗钱。现在特朗普跟扎伊迪一见面，那这条线必须掐断。扎伊迪回去马上就干，只是伊拉克的银行开始清查，所有跟真主党有关的，不好意思，全冻结掐断。这从经济上，你要知道，伊拉克人家是跟美国美元体系的，人家是叫 SWIFT 系统，并没有掐断。伊朗是不行的，那伊朗的钱怎么通过
怎么到黎巴嫩真主党？那就通过这些什么卡塔尔呀、阿联酋、伊拉克。那现在一点点收紧，这第一个，黎巴嫩真主党要失血，它的资金来源要被掐断。这第二个呢，武器来源就通过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控制的部分地区以及叙利亚。那叙利亚政府军就开始，朱拉尼人家也是得了这个特朗普的密令，人家已经效忠特朗普了。开始严查叙利亚通过伊拉克境内流入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武器，怎么这么巧？一批先进武器和导弹从不查获，是不是？不管怎么说，简单点说，就是特朗普在后面在驱使伊拉克、叙利亚呀，在绞杀黎巴嫩真主党。我们再看这个沙特，美国给沙特卖了20亿美元的防空武器，美国国务院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总价20亿美元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以及相关装备。显然，这是针对伊朗的。美伊战争以后，沙特数次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沙特秘密袭击伊朗。沙特这个时候购买美式武器装备，不仅是要增强本土的防御能力，还要打击胡塞武装。那正因为他要打击胡塞武装，特朗普才会支持他。所以最近发生在也门胡塞的这个问题，大家就知道了啊，背后什么原因？沙特，也门政府那是受世界认可的政府。它背后是沙特，而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伊朗要派飞机送，名义上是送胡塞武装的去吊唁哈梅内伊的这些人送回也门，实际上不是，他恐怕飞机上还带了一些武器、禁运的东西，实际上是对也门的粗暴干涉。那沙特就警告，沙特一警告，那好了，这是大了。首先，胡塞说了，你沙特要干涉到我，就要炸你所有的机场还有炼油厂。胡塞有没有这个能力，先不说，他把话先放这儿。后面这个朗子也开始要作妖。CCTV 报道说，路透社今天7月16号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报道称，伊朗已要求也门胡塞武装做好准备，一旦美军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所威胁的那样袭击伊朗电力等基础设施，胡塞武装便封锁红海石油通道，也就是曼德海峡。如果曼德海峡一封锁，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不通畅，那国际油价可能就到100多以上了，甚至到150。如果曼德海峡真的给封了，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内部已经讨论过这一设想，并已向胡塞武装传达了信息。一名接近胡塞武装的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已完成准备，在扼守红海门户的曼德海峡周边也门高地，也就是亚丁湾还有荷台达附近，大家也知道，亚丁湾那是有印度的护航舰队在那儿。胡塞武装还在也门高地部署导弹和无人机，那这个导弹无人机它就可以覆盖亚丁湾。目前正在等待行动指令。对这一报道，伊朗外交部及胡塞武装发言人暂未回应置评请求。报道称，鉴于伊朗已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胡塞武装如果再封锁红海要道，将导致中东2条主要石油出口同时中断。那这是央视报道的，伊朗正试图通过威胁红海航运提高升级可能带来的经济后果，从而加大对美国的压力。如果胡塞武装决定封锁曼德海峡，必将招致严厉打击。所以现在就看胡塞武装敢不敢了，是嘴炮还是真的这么做。胡塞武装也要想一想，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背叛民兵，如果真的激起美国和沙特的这个杀心，胡塞武装能不能扛得住？就是说，胡塞武装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因为这个牵涉到沙特，这背后非常复杂。你看，首先沙特阿拉伯那跟巴基斯坦那是妥妥的军事同盟，这个咱们早就知道了。沙特现在有巴基斯坦部队，还有他的空军在那驻扎。巴基斯坦可是有煤气罐的，所以不要小看，不拿村长当干部。这一次你看能在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斡旋，这巴基斯坦也是说明他在国际社会上还是有点分量的，不是泛泛之辈。这是第二个。巴基斯坦已经跟沙特是联盟。那路透社报道，巴基斯坦最高文职与军方领导层已经通知伊朗，也就是告诉伊朗的哥们儿，不能怪我们，我们跟沙特是军事同盟，没办法，有协议在身，有协约在身，任何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都将被视为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并称这是巴基斯坦的红线，就是底线，谁要打沙特，那就是打我可是有煤气罐，你自己掂量着办。你看，所以你看这事搞大了，巴基斯坦那必须对沙特一个说法。那现在沙特要跟胡塞武装干，胡塞武装要跟沙特干，这都是后面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还没完，就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爆发这种冲突的时候，也门的胡塞武装声称他们在也门中部地区击落了一架沙赫德的翼龙2无人机，并且他把这无人机残骸放大照片在网上都是。在过去48小时内，得到沙特支持的部队袭击了萨那机场的跑道，也就是也门政府军袭击萨那机场跑道，以阻止一架载有胡塞代表团的伊朗飞机降落。胡塞武装以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阿巴国际机场进行了报复，并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领空，而且他们还击落了一架翼龙2无人机。这是胡塞武装。这叶海亚那哥们不是在印度什么军校毕业的吗？这印度的谈判不是天天吹他吗？那现在怎么办？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干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你把人家翼龙2无人机打下来干啥？那玩意人家在那飞一飞，那做广告的，你给他打下来干啥？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说这个胡塞武装叶海亚这些人不懂感恩，大国卖了很多武器给沙特，那巴基斯坦就更别说了，对不对？如果有哪些国家跟巴基斯坦干起来了，那他们肯定要动用这个大国的武器的，对不对？这大国武器被打下来了，你说让盘盘们面子往哪儿搁？怎么解释这事？现在被胡塞武装给打下来了，怎么解释？未来被朗子给打下来了，又怎么解释？头疼。特朗普他发了个视频，自我吹嘘，说他是西方文明的守护者，誓言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战斗。当然，这都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特朗普在最新发布的视频中回顾了自己从征服曼哈顿的年轻冒险家到政治斗士的历程，称自己做自己的故事像神话一般。他有点自我陶醉了，有点。他强调自己总能在挑战面前变得更强，韧性惊人。被人低估反而是一种优势。特朗普在视频中宣称，这无关政治，而是关乎对美国的热爱。他绝不会让国家失败，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去战斗。他自称是西方文明的守护者，是一个能赴汤蹈火的狠角色。这个特朗普还抱怨说：“我心甘情愿帮各国，包括大国，守霍尔木兹海峡，却没有人补偿我，实在不公平。”确实是，特朗普认为自己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结果还，对吧？你们这些国家在后面敲边鼓，说风凉话。这伊朗人要收费，你们也不做声，在那儿就看笑话。我这一要收费，你们在那儿骂，特朗普觉得自己冤委屈。但是朗子这边一样的，好不了多少。朗子的内斗已经是公开化。前两天在哈梅内伊的追悼会上，葬下去之后的追悼会上，总统佩泽西奇扬说他最崇拜的就是卫队，他以卫队而自豪。请你们不要再造谣政府和卫队之间的这个什么矛盾，政府和卫队之间从来没有矛盾，都是为了伊朗好。这就是佩泽西奇扬说的，他说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上前线。什么意思？也就是佩泽西奇扬实际上他以这种荒诞的主动，也就是他比革命卫队还要硬，这就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你这个强硬派不是强硬吗？那我比你还强硬，一起来，就这意思啊。那佩泽西奇扬说我也愿意强硬，好，我都已经做好了随时上前线的准备。你看他这种以强硬表态，实际上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啊！强硬谁不会？那可以，反正喊口号呗，口号震天响，喊口号谁不会呢？哈梅内伊刚埋下去还没2天就出事了，坟给人扒了。我看有视频媒体报道，哈梅内伊安葬的叫马什哈德伊玛目里萨陵园发生重大火灾。你说这叫什么事啊？这谁干的事？这要刨人祖坟，你埋下去都不能消停，埋哈梅内伊的那个陵园发生火灾。就不知道谁纵火的，这就说明伊朗内部很多人对哈梅内伊、对这强硬派、对目前的毛拉政权那是非常不满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毛拉政权他选择跟美国对抗，他不是怕美国占领伊朗，因为他知道美国人是不会占领伊朗，也犯不着，因为牺牲太大，而且还没有这个欲望。所以说毛拉他知道美国嘴上动一动，来炸一炸，轰炸，所以防内部这些投降派。防政权被颠覆，远胜于防美国轰炸。毛拉一旦被颠覆，那这些人、这些卫队、这些既得利益者，好日子就到头了，还要遭到清算。所以我说，他们防内部远胜于防外部。只要国内的反对派起不来，把他们压制住，你特朗普随便怎么整，你爱怎么炸，你炸我炸你，有种你就派地面部队。伊朗的革命卫队，伊朗的强硬派，当然了，这次一如既往。
恐怕要误判形势，也要误判特朗普。那等着他们呢，恐怕只能是脑袋接炸弹了。我们继续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